各位親愛弟兄姊妹早晨，各位平安，各位在家中弟兄姊妹早晨及平安，歡迎大家嚟臨南亞路德會友愛堂，係我哋友愛堂主歷2026年7月26日第1811次主日崇拜，節期係聖靈降臨後第8主日，節期顏色係綠色，節期主題係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要藉着聖靈的幫助榮神益人。喺崇拜開始之前，讓我哋呢去同心禱告。愛天父上帝，喺我滿心感謝讚美你，感謝你呢，讓我哋呢每時每刻呢都係有上帝你嘅供應保守。縱然呢今天呢係有風雨嘅時候，但係上帝你嘅愛呢依然係環繞住我哋。求上帝呢係繼續呢去帶領住我哋今天嘅崇拜。今天崇拜呢，我哋會有我哋嘅讚美聲。求上帝你呢喺讓我哋雖然係身處唔同嘅環境當中呢，我哋嘅讚美聲呢都係直達到上帝你嘅耳中。求主你呢繼續用你嘅話語去教導我哋，用你嘅聖經去教導我哋，用你嘅正道呢去教導我哋。求主你呢去保守今天嘅崇拜，做今天崇拜嘅元首，將我哋一切有聲無聲嘅都獻俾主。求主你去悅納，聽我禱告，奉主名求，阿門。以下係宣召時間，有請主禮。各位請起立。我哋今日嘅聚會係奉聖父、聖子、聖靈嘅名召開嘅，阿門。各位親愛嘅弟兄姊妹，我哋所敬拜嘅上帝，他是全然聖潔的，因此喺敬拜上帝之先，我哋必須喺上帝面前承認我哋自己嘅罪，因為我哋唔單止得罪咗上帝，亦都得罪咗弟兄姊妹同埋其他人。故此，我哋應該謙卑地反省我哋自己嘅罪，並祈求上帝藉耶穌基督嘅救贖恩典赦免我哋，好讓我哋有一顆手潔心清嘅身心，同來敬拜上帝。現在請大家去靜默反省我哋自己嘅罪。讓我哋一同開口向上帝認罪。上帝啊，求你因你的愛子耶穌基督的名赦免我的罪，因為我的罪重大，我不得沒有盡心盡性盡意愛你，也沒有愛人如己。你給予我的誡命，我並沒有經常遵行。你所吩咐的福音大使命，我也沒有努力去做。主啊，求你赦免我這一切的罪。各位親愛嘅弟兄姊妹，我哋若認自己嘅罪，上帝係信實嘅，係公義嘅，必要赦免我哋嘅罪，洗淨我哋一切嘅不義。因為上帝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因此，我憑藉上帝喺聖經裏邊俾我哋嘅應許，正式向你們宣告：如今那些在基督裏的，就不再被定罪了。奉聖父、聖子、聖靈嘅名，阿門。各位弟兄姊妹，雖然呢，可能我哋嘅天氣又不穩，可能呢，我哋呢未能夠相聚喺一齊去敬拜我哋嘅上帝，但係我哋嘅心喺邊，我哋嘅殿，我哋嘅上帝，我哋嘅主耶穌就喺邊度，所以我哋唔理任何嘅情況，我哋都可以用我哋嘅心靈誠實去敬拜我哋呢位全能永至高嘅主耶穌。我哋一齊去唱聖潔的你。尊貴榮耀美麗，全地萬有也
一切向主屈身，求容讓我進入榮光裏，被殺救主當得讚美，願國度權能屬你，今我跪拜聖潔的你的尊貴極完美，那可相比？在你手中執掌真理，權柄永久，百姓都因你歡喜，我讚頌你。一切向主屈身，求讓我進入榮光裏，被殺救主當得讚美，願國度權能屬你，今我跪拜聖潔的你的尊貴極完美，那可相比？在你手中執掌真理，權柄永久，百姓都因你歡喜，我讚頌你，我獻上頌讚到你座前，崇拜關尊救主，今我跪拜聖潔的你的尊貴極完美，那可相比？在你手中執掌真理，權柄永久，百姓都因你歡喜，我讚頌你，我讚頌你，拜屬你。我哋將一切榮耀頌讚都歸俾我哋主耶穌，阿門。請大家坐下。現在係經課嘅時間。今天呢，我哋會有4篇聖經呢，係一同去閱讀個聆聽。咁首先呢，係會一齊去睇我哋嘅詩篇，記載喺我哋舊嘅聖經詩篇第119篇129至136節。請大家預備好我哋嘅心呢，去聽弟兄讀出詩篇第119篇第129節。你的法度奇妙，所以我一心謹守。你的言語一解開就發出亮光，使愚人通達。我張口而氣喘，因我切慕你的命令。求你轉向我，憐憫我，好像你素常待那些愛你名的人。求你用你的話使我腳步穩當，不許什麼罪孽轄制我。求你救我脫離人的欺壓，我要遵守你的訓詞。求你用臉光照僕人，又將你的律例教訓我。我的眼淚下流成河，因為他們不守你的律法。然後呢，我哋會繼續去睇我哋嘅歷史經文，係記載喺我哋嘅舊約聖經列王記上第3章5至12節，亦都可以準備好我哋嘅心，聽弟兄讀出列王記上第3章第5節。在基遍夜間夢中，耶和華向所羅門顯現，對他說：
你願我賜你什麼，你可以求。所羅門說：你僕人我父親大衛用誠實、公義、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為他存留大恩，賜他一個兒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樣。耶和華我的上帝啊，如今你使僕人接續我父親大衛作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應當怎樣出入。僕人住在你所揀選的民中，這民多得不可勝數，所以求你賜我智慧，可以判斷你的民，能辨別是非。不然，誰能判斷這眾多的民呢？所羅門因為求這事，就蒙主喜悅。上帝對他說：你既然求這事，不為自己求壽求富，也不求滅絕你仇敵的性命，單求智慧可以聽從，我就應允你所求的，賜你聰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沒有像你的，在你以後也沒有像你的。然後呢，我哋會繼續去睇我哋嘅書信經文，係記載喺大家嘅新約聖經羅馬書第8章26至39節，亦都可以準備好我哋心呢，聽弟兄讀出羅馬書第8章第26節。況且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禱告，只是聖靈親自用自己說不出來的嘆息替我們禱告。監察人心的，曉得聖靈的意思，因為聖靈照着上帝的旨意替聖徒祈禱。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上帝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為他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他兒子的模樣，使他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預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為義；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既是這樣，還有什麼說的呢？上帝若幫助我們，誰能敵擋我們呢？上帝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為我們眾人捨了，豈不把萬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賜給我們嗎？誰能控告上帝所揀選的人呢？有上帝稱他們為義了。誰能定他們的罪呢？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而且從死裏復活，現今在上帝的右邊，也替我們求告。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難道是患難嗎？是困苦嗎？是逼迫嗎？是飢餓嗎？是赤身露體嗎？是危險嗎？是刀劍嗎？如經上所記，我們為你的緣故，終日被殺，人看我們如將宰的羊。然而靠着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已經得勝有餘了。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上帝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裏的。然後呢，我哋會繼續去睇我哋嘅福音經文，有請主禮。
請大家起立，聆聽今日嘅福音經文。今日嘅福音經文記載喺馬太福音第13章第31節到33節，同埋44節去到第52節嘅。請大家打開你嘅心，領受上帝嘅說話。馬太福音13章第31節，他又設比喻，對他們說：天國好像一粒芥菜種，有人拿去種在田裏，這原是百種裏最小的。等到長起來，卻比各樣的菜都大，且成了樹，天上的飛鳥來宿在它的枝上。他又對他們講個比喻說：天國好像麵酵，有婦人拿來藏在3斗麵裏，直等到全團都發起來。之後係第44節。天國好像寶貝藏在地裏，人遇見了就把它藏起來，歡歡喜喜的去變賣一切所有的，買這塊田，買這塊地。天國好像買賣人尋找好珠子，遇見一顆重價的珠子，就去變賣他一切所有的，買了這珠子。天國又好像網撒在海裏，聚攏各樣水族，網既滿了，人就拉上岸來，坐下，揀好的收在器皿裏，將不好的丟棄了。世界的末了也要這樣，天使要出來，從義人中把惡人分辨出來，丟在火爐裏，在那裏必要哀哭切齒了。耶穌說：這一切的話，你們都明白了麼？他們說：我們明白了。他說：凡文士受教作天國的門徒，就像一個家主從他庫裏拿出新舊的東西來。經文讀畢，這是上帝嘅說話。我哋一齊去唱哈利路亞，讚美我哋嘅主。唱哈利路亞，唱哈利路亞，唱哈利路亞，讚美主。唱哈利路亞，唱哈利路亞，唱哈利路亞，讚美主。我們來唱哈利路亞，唱哈利路亞，唱哈利路亞，讚美主。我們來唱哈利路亞，唱哈利路亞，唱哈利路亞，讚美主。唱哈利路亞，讚美主。唱哈利路亞，讚美主。請大家坐下。現在係正道嘅時間。今天好高興呢，黃敬業牧師會為我哋正道。今天正道嘅主題係麥子和稗子。正道嘅經文係記載喺大家嘅新約聖經馬太福音第13章24至30節及36至43節。有請黃牧師。弟兄姊妹早晨。今日呢，想同大家分享呢個麥子同埋稗子嘅比喻。咁樣我哋一讀到個經文先，喺馬太福音第13章24到30節。耶穌又設個比喻對他們說：天國好像人撒種在田裏，及至人睡覺的時候，有仇敵來將稗子撒在麥子裏，就走了。
到長苗吐穗的時候，稗子也顯出來。田主的僕人來告訴他說：主啊，你不是撒好種在田裏嗎？從哪裏來的稗子呢？主人說：這是仇敵做的。僕人說：你要我們去掏出來嗎？主人說：不必，恐怕掏稗子連麥子也拔出來，用這兩樣一齊長，等着收割。當收割的時候，我要對收割的人說：將稗子掏出來，捆成捆，留着燒；唯有麥子收在倉裏。36到43節。當下耶穌離開眾人，進了房子，他的門徒進前來說：請把田間稗子的比喻講給我們聽。他們回答說：那撒好種的人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種就是天國之子，稗子就是那惡者之子。撒稗子的仇敵是魔鬼，收割的時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將稗子掏出來，用火焚燒。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惡的，從他的國裏挑出來，丟在火爐裏，在那裏必要哀哭切齒了。那時義人在他們父的國裏要發出光來，像太陽一樣。有意可聽的就應當聽。真係弟兄姊妹呢，今日好想同大家分享呢個故事之前呢，想大家想像下圖畫嚇。咁就我哋其實要翻返去呢第一世紀裏邊一個農夫嗰個諗法。咁點翻返去呢？其實好簡單嘅啫，就係呢：第一做農夫喎，咁就係你而家戶口幾錢啊？你唔使話俾我聽，你自己諗喺個腦度。你戶口有幾多錢 ？OK？你係將做農夫呢，係將你全部嘅積蓄，即係你而家有幾多現金流，同埋不動產都好啦嚇，全部變賣，然之後呢，全程投入落去做呢個農務嘅事業，風險好高啊！係咪啊？咁然之後呢，你要想像下第一世紀嘅農夫嚇，咁係點嘅呢？喺巴勒斯坦地啦，天氣係點㗎？好熱啦，好似即係早幾日即係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呢啲天氣咁熱到呢，就係即係我架車係正，我開車之前望一望個溫度計係70度啊架車。咁啊，然之後呢，要塊田要點做㗎？每日要淋水啦，咁就即係要上山攞最好嘅泉水落嚟灌溉啦。然之後呢，你第一世紀係冇呢個化學肥料㗎嘛，要點做㗎？一定係有機喎，咁有機嗰啲係點嚟㗎？有個化糞池啦，化糞池唔臭嘅嗱，即係其實嗰啲係做得唔好嗰啲先會臭嘅啫，正常就唔臭嘅。咁啊，你要令到佢即係有一個好好嘅地方，即係堆肥啦，係咪？然之後呢，你先能夠做到呢一個呢好頂級有機嘅農莊。然之後呢，會點做呢？其實個農夫就會即係精挑細選啊，最貴、最靚、最優質嘅種子呢，就一粒一粒咁撒落去。然之後你會點樣嘅心情？滿心期待等緊收割嗰日，因為一切嘅心血呢，係你花盡你所有積蓄，花盡你所有心血包去嘅。所以其實13章24節一開頭話咩呢？天國好像人撒好種在田裏。OK。咁但係即係夜闌人靜啦，你生意上邊最惡毒嘅競爭對手呢，就偷偷地執你個農莊裏邊。咁所以呢，25節就話咩呢？及至人睡覺的時候，有仇敵來將稗子撒在麥子裏就走了。嗱，呢件事呢係極其陰險嘅。陰險在咩呢？其實大家諗到能夠消滅競爭對手嘅嘢係咩呢？如果大家都係種田嘅。即係我真係冇咁毒辣，我能夠諗到嘅呢，就係，我最近有個好恐怖嘅新聞就係話咩？將啲嘢綁喺隻貓個貓尾度，然之後點火，然之後隻貓就向前衝，跟住執塊田嗰度燒咗人塊田。OK， 跟住最陰險我哋諗到呢，應該只係放火燒田嘅啫，係咪？咁但係呢，
即係佢真係呢個敵人真係好有耐性，好有耐心，佢就嚟到呢，殺一種嘅毒種啊，係有毒嘅嚇，叫稗子。咁樣呢，其實就參雜喺呢啲即係雜草嘅裏邊。咁然之後呢，夜闌人靜嘅時候呢，就冇人覺。咁當呢，其實一開始係蒙在鼓裏，唔會有啲任何嘅發，因為其實稗子同埋麥子呢，喺開頭嘅時間呢，係完全冇任何呢外表上邊嘅特徵呢，能夠分辨到兩樣嘢有唔同嘅，無論顏色啦、形狀啦，係完全一樣嘅。直到呢，可能係幾個月啊，甚至乎半年之後啦，你諗住收割嘅時候啦，你先會驚覺大事不妙嘅。所以呢，26節話咩呢？到長苗吐穗嘅時候呢，稗子也顯出嚟。去到嗰一刻呢，當你花盡心機施晒肥，每日淋晒水，然之後即係除晒害蟲，其實成塊地呢已經呢係被毒草呢係入侵咗。真係弟兄姊妹，嗱，如果你係嗰個農莊主人，你第一個反應會點做？其實啲僕人反應話俾你聽嘅。啲僕人點做？即刻諗住掹咗佢咯，因為即係你阻住其他嘢生長啊嘛。其實好合理嘅，即係點講呢？有冇試過畫畫？大家細個嘅時候，即係我唔知大家有冇畫錯咗，你會點做？你應該唔會成幅抌咗佢再畫佢，應該冇咁誇張。拆咗佢再畫過嗰筆係咁嘅啫，係咪？因為其實即係嗱，老實講句，我又唔係完美主義者。咁但係即係總之有啲嘢揞住你呢，你都會諗辦法剷除佢嘅，啱唔啱？即係如果有粒沙有粒石仔入到你隻鞋，你會點做啊？倒佢出嚟咯，然之後再行咯。即係我又唔係話我哋好完美嚇，咁但係呢，你有啲嘢揞住你隻眼，揞住你隻腳呢，你就會唔安樂嘅，會諗辦法呢去消滅佢嘅。呢個呢係人之常情嚟嘅。但係呢，即係而家係成塊田都係咁呢。其實就好硬眼嘅，你諗下，如果你係個田主，即係成擔心機擺落去，而家搞成咁，但係竟然個田主呢講嘢做咗違反常識嘅嘢。29節佢講兩個字，不必嚇，讓佢兩樣一齊生長，即係你淨係覺得呢個田主係癲癲地嘅嚇。佢話不唔準拔嚇，呢個其實呢係真係老實講句違反我哋人類常識嘅。但係其實諗深一層喎，其實個世界真係咁嘅，個世界係咁運作嘅，即係你係冇辦法想像一個全然良善嘅上帝掌管住呢個世界，然之後每日你打開新聞有啲咩？邪惡啦、不公啦、混亂啦，其實上帝應該掹走佢噶嘛，係咪？即係如果係我哋做即係呢個世界主宰啊，你見到嗰啲戰亂啊，見到嗰啲不義啊，其實係應該心裏邊會諗掹咗佢啦，係咪？如果你係即係呢個即係世界嘅主宰，但係點解你同我今日嘅世界唔係咁嘅？其實你同我今日喺個世界裏邊，其實真係好多呢啲可以話係硬眼嘅嘢，硬住我哋良心嘅嘢。所以其實成個比喻呢，佢好特別嘅喎。佢話咩呢？37到39節。那撒種嘅就係人子，田地就係世界，好種就是天國之子，稗子就是那惡魔之子。撒稗子的仇敵就是魔鬼。撒好種嗰個明明係嗰個農夫係人子，係即係耶穌自己嚟㗎嘛。咁但係即係佢話及至人睡覺嘅時候，其實係咪嗰班僕人喺度偷懶呢？其實又唔係嘅。即係老實講句，日頭咁曬呢，其實你唔使做嘢，你出去曬一日呢，你知啊，返到屋企呢，就已經係攰到呢係要瞓覺。你唔夠深層睡眠呢，其實係冇辦法呢好好地休息呢，第二日再工作。其實就唔係偷懶。一個辛勤嘅農夫呢，喺烈日之下做咗一嘢，本身呢就真係需要瞓覺嘅。所以其實就唔係去失職，但係即係其實呢，老實講句，呢一種嘅攻擊仇敵方法，即係殺啲雜草啊，殺啲毒種落去人哋塊田嗰度呢，其實係有明文規定嘅，即係其實不嬲都有人咁做嚇。咁所以呢，其實喺羅馬嘅即係法例裏邊呢，呢個係一種即係叫做類似經濟恐怖襲擊嘅行為，咁係即係嚴重違反法例。
咁甚至乎呢一種嘅毒草毒麥呢，其實係佢會如果你割呢，其實有機會呢，有啲釋經嘅學者話，其實有機會係真係會令到嗰啲人呢係會嘔吐啊，甚至乎有毒添。咁所以呢，其實佢哋即係見到呢班僕人見到有呢啲嘅稗子走出嚟呢，僕人嘅反應第一個反應係咩呢？27節，主啊，你不是撒好種在田裏嗎？哪裏來的稗子呢？其實呢，聽到呢句説話呢，其實暗地裏即係你諗深一層，佢句説話背後嘅意思呢，其實係帶住一絲絲呢懷疑主人嘅質疑喺度嘅。喂，你唔係應該有好種嘅，你唔係撒好種落去咩？點解會有即係稗子喺度塊田裏嘅？即係雖然我哋係僕人啫，咁你哋俾我啲種子唔係應該好種嚟嘅咩？即係其實我哋今日喺個世界都會有少少疑惑嘅，即係點解個世界會有咁多罪惡、咁多問題嘅？冇理由㗎。咁然之後，主人就不慌不忙28節就話：這是仇敵做的。其實呢，我哋見到個世界被敗壞，身體被破壞，甚至乎有陣時即係好多好多嘅困難問題。我哋唔係去追究仇敵做乜嘢，有陣時我哋真係會有第一個懷疑係懷疑上帝。上帝係咪你做得唔夠好？係咪你唔夠善良？係咪你唔理？親愛弟兄姊妹喺度呢，耶穌好肯定嘅嚟到宣告一件事：惡呢唔係上帝種落去嘅，係上帝由頭到尾都係播好種。惡呢係嗰個惡者呢，偷偷地鬼鬼祟祟喺度做一啲破壞嘅動作。但係嗱，個問題都停咗喺度啦。但個問題係咁最合理最正常嘅反應嘅啫。28節，你要我們去掏出來嗎？咁既然係毒草啊，就梗係即係快快脆脆，即係將佢一株一株連根拔起啦。但係個主人嘅回答就真係好奇怪，佢話不必。29到30節，恐怕掏稗子連麥子也拔出來，用這兩樣一齊生長，等着收割。點解唔好呢？其實呢係你同我呢，就睇到面嗰陣嘅啫，面嗰陣呢，就係我哋睇到個稗子好硬眼。但係個主人呢，就睇到底嗰陣，就喺個地下入邊呢。其實呢個稗子同埋個麥子經過幾個月嘅生長呢，其實呢啲根呢已經係點呢？有冇試過種過嘢？黐埋一齊㗎啦，嗰啲根其實就大家糾纏在一起嘅。其實你係冇辦法呢，就係掹到一株，但係就掹唔到隔離嗰個麥子個株嘅。所以其實主人嘅唔掹呢，係想保護嗰啲好脆弱嘅好麥子。所以其實即係如果呢要掹呢，個結果會係點呢？就係隔離嗰株麥子都會一齊受牽連。其實回顧我哋人類嘅歷史，又的而且確係咁。當人呢每想扮演上帝嘅角色去做審判嘅時候呢，結果帶嚟嘅係咩呢？十字軍東征啦，異端裁判所啦，替天行道，警惡懲奸。咁結果呢，就好多好多根本冇做錯嘢嘅人呢，都會係被連累嘅。因為我哋往往好中意把自己呢擺喺個道德嘅制高點上邊，我哋覺得我哋一雙金睛火眼呢可以辨別諸靈嘅，我哋覺得呢，我哋係可以呢知道呢邊一個係好麥子，邊一個呢係稗子。你諗下係咪？你返工嘅時候呢，係咪覺得你隔離嗰個好敗，好失敗？你返到屋企係咪覺得你隔離嗰個兄弟姊妹好敗家？係噶，嗰啲稗子呢係同個麥子點啊？同根生啊！而家係講緊連埋一齊啊！嗰啲嘢其實係喺你隔離嘅啫。即係如果你覺得你係麥子，你隔離嗰個咪稗子咯。你總係硬係覺得有個人呢揞住你隻眼噶，你好想將佢連根拔起，好想剷除佢啊！嗱，老實講句，換轉我哋呢，就真係可能真係好想上帝五雷轟頂，即係燒鬼死隔離個稗子。但係上帝呢係話，留去俾佢。點解呢？喺成個比喻裏邊有一句好經典嘅，13章就係38節。
田地就是咩？田地係世界啊，得唔得啊？即係話喺個世界裏邊就係咁噶，得唔得啊？塊田呢係有稗子有麥子，喺個世界裏邊呢，喺你同我生活緊嘅世界裏邊呢，的而且確呢，就係會有稗子同麥子。呢個好顛覆嘅概念。點解呢？因為其實當其時嘅人係諗住耶穌嚟做一個彌賽亞噶嘛，係咪？咁佢哋諗住彌賽亞嚟做咩嘅？拯救佢哋啊嘛，剷除一切欺壓佢哋嘅，包括羅馬政府，包括嗰啲稅吏，包括嗰啲嘅罪人。佢哋一心一意係諗住呢個彌賽亞好似個君王咁，雷厲風行咁，將所有壓迫佢哋嘅呢都剷除。然之後就建立一個純潔、公義、公平、無瑕嘅國度。但係即係耶穌就帶嚟一個好有奧秘嘅觀念，就係呢：其實好人同壞人呢係一齊喺個世界裏邊嘅。天國之子同惡者之子呢，喺而家呢個階段呢，係一同承受住呢同樣嘅空氣啦。上帝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啦，係一齊有雨水啦。一齊面對乾旱啦，一齊呢係俾農夫呢嚟到悉心照顧啦。呢個呢，田地就是世界，其實打破咗我哋嘅迷思嘅。我哋迷思呢，我哋能夠建立一個呢，就係好純潔、無瑕疵、冇罪嘅城。對唔住啊，嗰樣嘢呢，只會係即係你喺個深山嗰度修煉嘅時候嚇，你做一個即係苦修士嘅時候，先會即係與世隔絕，先至會出現嘅嘢嚟嘅。一旦落山呢，返到屋企呢，你對住你老婆，或者對住你老公，或者你對住個仔呢，硬係覺得呢個世界係有稗子嘅，係咪？即係嗰啲稗子可以有陣時，其實會唔會係上帝刻意擺咗喺度？我真係唔知。但係仇敵就撒咗呢啲種子喺度。其實呢，呢啲稗子呢，其實真係磨練緊我哋。冇辦法呢，上帝冇即刻掹走佢，以至到我哋呢，唔係喺一個溫室裏邊長大，以至到我哋能夠有更加堅強嘅心去面對呢個世界。更加扎心呢，其實係好特別嘅。上帝刻意唔掹嘅。其實係咪我哋先係個稗子呢？其實點解我哋哪裏來一種優越感，覺得我哋係麥子，就覺得隔離嗰人係稗子嘅呢？諗深一層啊！曾幾何時，你同我嘅生命係咪都長滿咗毒素嘅？其實係咪我哋都係因着耶穌基督嘅恩典，從稗子嘅裏邊轉變過嚟？如果上帝一開始就要雷厲風行，立即咁掏出嚟，其實你同我應該喺邊度？如果上帝要剷除邪惡，你同我係咪仲能夠存留喺個世界呢？定還是呢個農夫其實好有耐心，好有耐性，等咗幾個月，滿懷心思諗住得到好豐收嘅，縱然佢見到有稗子喺度，佢都繼續嚟到去忍耐等候。忍耐等候咩呢？唔係讓佢永遠逍遙法外。呢個等候有個限期喎。佢話咩呢？30節，用這兩樣一齊長，等着收割。當收割嘅時候，我要對收割嘅人說：將稗子掏出來，捆成棍，留着燒；唯有麥子收在倉裏。其實呢，有限期嘅，去到限期嘅時候呢，其實上帝係會做嘢。但個問題係邊一個割啊嘛？個問題係邊一個割？13章39節，到收割的時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咩？天使喎。其實呢，呢個比喻真係好好講，因為耶穌解晒，我哋冇咩好解釋。你明唔明？個問題唔係你同我呢去有嗰個洞察力，有嗰個絕對嘅審判權，決定邊一個係麥子，邊一個係稗子，邊個有權決定呢？係個家主同個天使，個天使先有呢個咁嘅審判力啦，審判嘅眼光呢，嚟到決定呢邊一個係稗子，邊一個係即係呢個嘅麥子。你同我呢，其實呢係老實講句，真係我哋唔知哪裏來的優越感，覺得自己係麥子嘅啫，係咯，係我哋就係死死地攞住嗰把鐮都唔放咯，成日都
我覺得要割咗隔離嗰個，咁啊即係乾手淨腳啦。咁我覺得即係去落個火湖度燒，我哋好開心，我哋係咁噶嘛，即係覺得隔離嗰個好衰啊嘛。但係其實諗深一層，會唔會其實我哋其實真係個敗子嚟嘅呢？成個故事呢，同但以理書有件事好呼應嘅。但以理書裏邊呢，尼布甲尼撒王呢，喺第3章記唔記得呢？佢點懲罰嗰啲人啊？抌佢哋落去火窯。咁其實呢，其實嗰啲用字呢係好似嘅，甚至乎呢，去到第12章呢，但以理書呢，其實就係話呢，義人呢喺佢嘅國裏，喺上帝嘅國裏邊呢，係會發光，會發光。其實呢，就係呢一段經文最尾嗰幾句，13章43節，那時義人在他父的國裏要發出光來，像太陽一樣。其實呢，嗰啲麥子呢，去到最後呢，係會靚到點呢？靚到好似太陽咁會發光嘅，閃閃靈嘅。成個麥田呢，係會閃靈靈發光嘅。點解可以做到咁呢？唔係靠嗰粒麥子嘅功勞啊！麥子有咩功勞？你話俾我聽。係個田主，係嗰班僕人每日做咩啊？淋最靚嘅山水啦，俾最靚嘅陽光佢啦，去施最靚嘅肥啦，掹雜草啦，由頭到尾麥子係冇做過嘢㗎。你同我其實真係冇做過嘢。麥子所以成長能夠發光呢，都係因為恩典。嗱，如果係咁嘅時候，就要問一個問題啦。耶穌喺13章裏邊所有比喻係想講乜？耶穌喺13章裏邊所想講乜？其實呢，如果你留意呢，就係呢段經文呢就跳咗嘅。咁頭先冇讀嗰啲跳咗嗰啲，就正係今天三代經題裏邊嗰啲。咁三代經題裏邊冇讀嗰啲，其實就補充晒呢成個比喻裏邊13章呢要講嘅嘢。其實呢，就好似其中一個臨尾呢嚟到去呼應緊呢個比喻嘅另一個比喻呢，就係撒網啊。頭先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呢？就係撒網嘅時候，大家有冇試過去打魚啊？應該冇乜機會係咪？咁但係估下啦嚇，即係你落去撒網嘅時候，會望到啲咩上嚟呢？魚蝦蟹，大家真係好正經，就係通常都會留到即係水靴啦，係咪？咁咪係假嘅。我細個就跟屋企人去落呢個網咧，去攞魚咧，經常會攞到咩咧？係雞泡魚嗱，咁啊雞泡魚係抌翻落海得唔得？咁所以其實就係即係你會撈到有用嘅，你會撈到啲冇用嘅。OK， 咁就冇用嗰啲會抌翻落海。其實就呼應緊呢一度嘅嚇。咁就係有啲嘢係即係上帝即係會保留嘅，有啲會燒咗佢嘅嚇。咁樣呢，而最重要呢，其實其中間嗰個部分13章33節有啲地方呢頭先冇讀到，咁啊三代經題講咗啦嚇。咁其中一個比喻呢係咩呢？天國好像一個麵酵，有婦人拿來藏在3斗麵裏，直等到全團發起來。3斗麵酵，咁啊3斗麵係咩意思呢？咁喺即係聖經入邊啦嚇，佢話麵呢係麵粉嘅意思嚇。3斗麵係幾多麵粉呢？大概係50磅。咁大家有冇做開麵包？知唔知50磅麵粉大概嘅39公升，即係嗰啲2公升可口可樂樽擺20樽，就係3斗啦。OK， 咁就其實係夠150個人食㗎啦，應該夠全村人食嘅。150個人係古代一條村嘅意思。咁就所以其實呢，耶穌喺度比喻係即係如果喺呢39公升咁誇張嘅麵團裏邊擺啲咩落去喎？佢話麵酵，即係嗰啲yeast嗰啲酵母，咁就酵母落幾多㗎？好少嘅啫。佢意思即係如果喺一個咁海量嘅麵粉裏邊，你落咁少嘅酵母，其實應該係邊個淹死邊個？麵粉淹死佢啦，應該係咁啊嘛。但係實際呢，啲酵母會令到成個麵團點啊？發酵啦、發大啦，內部結構完全唔同晒啦，會膨脹啦，改變咗個質地啦。你可唔可以用刀殺死啲酵母嘅？斬佢得唔得？唔得㗎。耶穌意思係即係天國好少嘅啫。你同我呢，可能嗰個即係好少嘅工作，好似好微不足道。但係如果你同我
其實唔係捉住嗰把鐮刀係都要割死隔離嗰個呢，而係捉住上帝嘅恩典，每日喺上帝裏邊有水、有空氣、有肥料，你同我好好地成長，好似粒麥子會發光嘅話呢，其實隔離嗰個會改變嘅，成個麵團改變，甚至乎用刀都殺唔到嘅。但個問題，今日你同我就係捉住啲咩唔放啊嘛？係咪仲係都要捉住嗰把鐮刀？我唔剷除隔離嗰個稗子咧，我誓不罷休嘅。即係佢講一句，我成個人跳起嘅彈起㗎啦。即係我成日都最近同大家分享我屋企啲事情。其實我屋企都有啲咁嘅屋企人，我同佢同根生嘅，冇辦法即係離開佢嘅。但係即係佢講一句，可能我真係成個人彈起。咁點啊？係咪每日就要捉住嗰少少嘢，然之後就死搲住唔放？我覺得我係嗰個麥子嚟嘅，我係好嘅，佢係敗，佢人生都係失敗咁樣，係咪咁啊？然之後攞個鐮刀係都要割落去。耶穌係咪咁教我哋？今日你同我到底係捉住啲咩？定還是我哋謙卑落嚟承認，其實我哋真係冇透視人心嘅能力。我哋唔好做一個扮法官。我哋睇唔到喺泥土裏邊，其實喺個麵團裏邊能夠隱藏嘅力量。親弟兄姊妹，麥子同埋稗子其實係糾纏生在一起嘅。既然係咁，你知道喺個世界裏邊係咁，其實避唔開。咁到底今日你同我到底應該捉住嘅、咬住唔放嘅係啲咩呢？係嗰把鐮刀啊，定係上帝恩典，以至到我哋可以好好地成長，最後成為一方能夠發光發熱嘅麥子，去改變身邊嘅人。可能有一日佢都同我哋一樣能夠成為麥子呢。我哋同心低頭祈禱。主，你話有義可聽的就應當聽。主，我哋承認我哋常常都想奪過喺你手中嘅鐮刀去論斷人，因為喺世界上邊好多嘅罪惡同埋灰心令到我哋埋怨。求你赦免我哋嘅罪，求你提醒我哋，我哋曾幾何時其實我哋都係稗子，全係你嘅恩典令我哋今日能夠成為麥子。求主你幫助我哋喺呢個有稗子同麥子並存嘅世代裏邊，我哋唔好逃避，我哋唔係去論斷，而係我哋願意嚟到主你面前安安靜靜嘅嚟到捉住主嘅恩典，好好地嚟成長，以至到我哋能夠成為身邊嘅人身邊每一個人嘅祝福，直等到你收割嗰日。奉耶穌基督聖名祈禱，阿門。好多謝呢黃牧師嘅正道，讓我哋呢都一齊去捉住我哋上帝俾我哋豐盛嘅應許，因為佢愛我哋，甚至呢愛我哋到底，不將呢一啲嘅仇敵，我哋以為嘅仇敵去攞走，就係想我哋呢喺佢裏邊呢繼續去感染呢班嘅人，或者感染翻我哋自己，去繼續成為上帝所喜悅嘅兒女。我哋呢一齊去唱呢首嘅詩歌。你仰臉保守你所愛的，你護庇永遠不離不棄，你將我從雨裏捧起，放我在你的手心。我憑着信心領取你豐盛的應許，世界也不能奪去神美好的旨意。我憑着信心領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見美好應許成就，榮耀全都歸於你。
棄，你將我從雨裡裡捧起，放我在你的手心。我憑着信心領取你豐盛的神應許，世界也不能奪去神美好的旨意。我憑着信心領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見美好應許成就榮耀全都歸於你。我等候着就相信你愛我永不放棄，世界也不能奪去神美好的旨意。我等候主，我相信你旨意高過我的，看見美好應許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我等候主，我相信你愛我永不放棄，世界也不能奪去神美好的旨意。我等候主，我相信你旨意高過我的，看見美好應許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看見美好應許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請大家仍然站立。而係認信嘅時間，我哋會以使徒信經咧去承認我嘅信仰。使徒信經乃係大公教會三大信經之一。此信經咧分為3個部分，使信徒咧清楚宣認聖父、聖子、聖靈嘅上帝。我哋咧現在咧就係會與普天下嘅信徒咧一同咧去確認我哋真實嘅信仰。現在咧，讓我哋咧一同去宣讀使徒信經。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獨生的子，因聖靈感孕，由從天女瑪利亞所生，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陰間，第3天從死人中復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將來必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門。請大家坐下。以下係奉獻嘅時間，我哋能夠奉獻，因為上帝先賜福俾我哋。我們愛，因為上帝先愛我們。因此呢，我哋要懷住感恩同喜樂嘅心呢，按住上帝嘅心意去奉獻。喺舊約聖經馬拉基書第3章10節嗰個咁講：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1/10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以此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現在呢，就邀請各支弟呢，可以呢係用網上嘅方法呢去奉獻。我知道咧，今日咧因為打風啦，大家唔能夠翻到嚟實體嘅聚會，大家咧可以透過網上嘅方式啦，可以咧去將我哋嘅奉獻擺喺教會嘅錢袋裏邊嘅。咁我哋奉獻嘅資料咧喺個程序指路應該都會 send 咗俾大家噶啦。咁咧大家就可以留意翻啦。咁喺呢個時候咧，我帶領大家有一個咧同心嘅禱告。親愛主，我哋咧一同喺你嘅面前。
我哋咧知道啊，今日我哋唔能夠一同翻到嚟實體嘅聚會，但係咧上帝好感恩，上帝咧依然賜下呢個網上嘅方式，使我哋咧可以同心一齊去喺一個合一嘅敬拜喺主嘅裏邊。天父咧，我哋知道咧世界上面咧好多事咧讓我哋好困惑嘅，但係我哋知道上帝你叫萬事都能夠互相去效力，使愛上帝嘅人咧能夠去得益處。天父，我哋冇一個好高大嘅智慧去明白所有嘅你嘅心意，但係我哋知道咧，上帝你係愛我哋，你係知道我哋咧都好愛你，你咧叫呢個世界咧去互相效力，使我哋咧能夠得着嗰個益處。呢益處咧喺上帝裏邊咧係看為寶貴。天父咧，求主你將呢一份嘅心意澆灌喺我哋生命裏邊，以至到咧我哋可以繼續去依靠主，能夠去行我哋每一個人生嘅道路。天父咧特別去擺上知道咧我哋有啲嘅肢體喺上帝面前咧，求主咧繼續去保守嘅。知道咧 Jenny 啱啱昨天喺台灣嗰度翻咗嚟香港，可能咧整體嘅報告咧都亦需要再去等待嘅。咁但係咧我哋知道目前咧係平安嘅。我哋知道咧佢身體咧係比以前好辛苦嘅時候咧係有啲嘅幫助俾佢嘅。天父咧，求主你繼續去幫助佢使佢咧有合適嘅治療，亦都咧俾佢可以咧喺個人報告裏邊啦，可以靠住醫生啦去繼續去幫助佢點樣去治療佢嗰個嘅過程。求主去祝福，亦都保守咧曾太喺院舍裏邊知道咧可能佢身體咧都需要照顧嘅，需要幫助嘅。求主咧你賜下你恩典大大幫助佢，使佢信心咧喺主裏邊繼續去捉緊主你求主去呢份恩典咧係永遠都唔會離開嘅。我哋將我哋一切咧有聲無聲嘅禱告都擺喺主裏邊，求主祝福垂聽。以上不完整嘅禱告啦，奉我哋救主耶穌得勝名字祈求，阿門。接着係互表和睦嘅時間，大家請起立。各位親愛嘅弟兄姊妹，上帝藉住主耶穌基督所流嘅寶血，已經成就咗和睦，使我們與他自己和好，並藉着這和好嘅關係，他將兩下合二為一，也使我們彼此成為和睦。願上帝所賜嘅和睦常與大家同在。我哋可以喺網上面啦，或者我哋在座嘅弟兄姊妹咧，都可以互相平安嘅。好，雖然咧我哋唔能夠實體手牽住手，但係咧我哋可以心連心去用我哋去一齊咧去用主禱文去禱告。主禱文乃係節錄自和中文和本聖經馬太福音6章9至13節。此禱文呢係主耶穌基督親自教導門徒如何禱告，其中包括7個唔同嘅祈求。現在讓我哋呢同聲同心去向上帝用主禱文禱告。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教我們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門。好，我哋咧一齊去唱我哋嘅差遣詩歌，讓呢我哋每一位內心咧，如果存在一份愛，我哋可以將呢一份愛，耶穌俾我哋嘅愛去傳俾我哋身邊嘅人，讓咧更加多嘅人成為咧發熱發光嘅一份子。我哋咧一齊去唱做鹽做光。耶穌捨生為我，他寶血已造全新的我，逆境中我都可繼續向主高歌，慈愛恩光一生照亮我，今天我靠主不會再迷途，兩手拖帶我，恩典終不更改。
無再已離開，讓我活出信望愛主的愛，讓這生精彩，早艷早光，傳揚耶穌的愛，主每日塑造鞭策我，今要為他興起發光，奉獻一生，作主的所愛，用信心將一切跨過，唯獨耶穌給我盼望，堅守方向，主我願擺上。耶穌捨生為我，他寶血已做全新的我，逆境中我都可繼續向主高歌，慈愛恩光一生照亮我，今天我靠主不會再迷途，兩手拖帶我，恩典終不更改，軟弱無再已離開，讓我活出信望愛主的愛，讓這生精彩，早艷早光，傳揚耶穌的愛，主每日塑造鞭策我，今要為他興起發光，奉獻一生，作主的所愛，用信心將一切跨過，唯獨耶穌給我盼望，堅守方向，主我願擺上，早艷早光，傳揚耶穌的愛，主每日塑造鞭策我，今要為他興起發光，奉獻一生，作主的所愛，用信心將一切跨過，唯獨耶穌給我盼望，堅守方向，主我願擺上，因你話語給我真光，無懼難阻挑戰更多，堅守方向，主我為你擺上。請大家低頭領受從上帝而嚟嘅祝福。願主耶穌基督嘅恩惠、天父上帝嘅慈愛、聖靈嘅感動，三位一體嘅真神常與你們眾人同在，從今時直到永永遠遠。阿門。阿門，阿門，阿門，阿門。各位清楚。接住咧安靜默禱嘅時間，大家可以喺你座位裏邊，喺你嘅位置裏邊有一段咧同上帝默禱嘅時候。
接住咧係家事分享時間，首先咧我多謝啦阿黃牧師啦，為我哋正道預備，同埋咧各位司事人員喺我哋今日打風嘅日子都能夠咧翻到嚟當中同大家有一個網上嘅崇拜。呢個係上帝俾我哋有機會去侍奉，同埋咧上帝嚟喜悅咧我哋一同去為住敬拜咧有少少嘅付出嘅。咁咧都辛苦帶各位嘅司事人員。咁我哋咧之前咧我哋嘅教會今年度嘅計劃咧就係我哋會一同去有啲嘅團契，一同會合作去做啲嘢嘅。咁我哋嚟緊呢，就喺9月26號星期六嚟嘅，咁咧就喺中秋節翌日，我哋初步嘅計劃咧會喺呢個蝴蝶灣嗰度咧舉行呢個燒嘢食嘅。咁就都知道啦，即係風雨嘅嘢就講唔埋嘅。咁我哋都會有啲 break up plan 嘅。咁咧大家亦都可以密切留意啦。我哋如果進一步消息咧，就會同大家講啦。希望大家咧喺9月26號啦，都能夠預留翻時間啦。咁另外我哋教會嘅查經聚會會喺8月20號，即係星期四晚上7點半喺教會舉行嘅。希望大家都可以踴躍參與啦。咁我宣佈咧，今日嘅崇拜就去到呢度啦。唔該晒大家。